文以前做過演員，而家同兩位朋友合資開時裝店。佢話開時裝店嘅原因係因為自己好中意買嘢。我試過有耶穌基督嘅呢日日係咁其實，開嘢上冇乜入腦咯嗰陣時，可能自己係嗰日買過嘢咧，安好似新，我諗係女人都中意買嘢，大咗但係少有少。買嘢咧係一個大家都幾接受嘅一個行為。先程度上咧，自己可以嘅2026年先呢一個過程。03年2年先整零。其實係有好多嘅意思同埋感覺咧，係聯繫咗一齊。曾經患有病態過敏嘅陳小姐都有呢種感覺。有種滿足感，有時覺得啊好靚喎，其實未必有時著得自己對味，佢總都唔想買㗎，想擁有佢啦，咁就買咗。咁買咗之後，買咗好耐，可能唔想再買。陳小姐形容自己有10年處於瘋狂過嘅狀態，曾經爭落卡數80幾萬，買嘅嘢大部分都冇用過。鄭敬文都有相似嘅經歷。買到啲嘢翻嚟，就係好快見到，即係可能係1年後做嗰啲鞋有冇着過啊，有啲袋啊，嗰啲衫有啲牌喺度，咁你望住其實好嘥咯，試咗成即係季季又唔同，季季都變，即係你係咁買係咁買，冇意思喎，冇意思喎。鄭敬文比較幸運，可以將呢一種買嘢嘅心癮變成事業。我自己覺得嗰啲錢咁樣使錢法係辦法咯，但係自己又能夠買嘢。你讓我登上我嘅紅牛邊呢？我都中意買衫，咁我哋搞時裝就可以去嗰啲地方去試衫，但係買翻嚟咧，啲嘢老闆，佢話見到客人好似見到以前嘅自己，以前買嘢買得好瘋狂，但係就唔覺得點樣。太易去買，即係你揸車嗰啲架車會放，跟住好難控制嘅，你就變咗係買嘢。病態購物呢個名稱喺心理學研究裏面已經出現咗近100年，但係全世界對病態購物嘅研究都好少，病因都唔太清楚，治療嘅方法依然廣泛嘅研究。個生嘅房，定係第300一生100。李成估計，香港作為購物天堂，隱藏嘅病態購物患者人數唔少。我媽媽都係咁嘅，我媽媽係好中意買，因為喺佢過身嘅時候50幾嘅，我媽咪應該好中意買手袋，我諗佢嗰次12禮拜4個就我諗佢都有成10個，係咪都係啲肉？人生12生日個禮物嚟5嘅份啫。買嘢心理因素例如遺傳或者性病患者多數係血清素精受你啊！衛星就相當過是因為公相當嘅。血清素
可能會失去自制能力，有衝動行為，引起各種上癮問題。好多患者都服用青素調節劑。即係嗰啲藥物幫一啲層次，第一咧就抑鬱、焦慮、緊張，咁減輕咗佢之後，第二咧就衝動性心好實。陳小姐食咗藥2個星期就開始見效。心癮開始真係我將我食落嗰陣同埋識得會係覺得有種抗拒。如果喺藥治療再更加即係陳小姐接受治療之後就唔再用信用卡，減少自己用錢嘅誘惑。仲要寫低瘋狂購物嘅壞影響，好似佢想去買嘢嘅時候就拎出嚟睇下，去提醒下自己。陳小姐話：開始治療嘅時候好辛苦，又要贏取丈夫嘅信任。因為開頭都唔信，即係覺得你唔會再坐落去，你唔會借住啲生活話咗你。咁有時會為咗控制自己同得到家人嘅信任，佢將自己每日使咗幾多錢全部都寫低落嚟，向佢哋匯報。好掙扎，因為我真係想我咩都冇晒，親人，即係我知道嘅自己覺得同埋我覺得自己真係為自己將來。霍碧山係陳小姐嘅臨床心理學家，佢話呢種叫做認知行為治療方法係要改變病人對購物嘅睇法，就係行為。認知嘅意思其實就係講緊一個人嘅思想模式，行為就係當然係一啲即係具體嘅行為。所以其實就係從呢兩方面嚟到幫助患者咧去改善佢嘅問題。經過1年嘅治療，陳小姐終於擺脫咗病態購物，但係當年爭落嘅債仲要6年先至還清。而家佢每個月萬幾蚊嘅人工，全部都要嚟還俾親戚。佢話好後悔當初冇求診求醫。已經唔會覺得係咪黐線，即係自己都會咁諗，所以唔會話係後期先得見醫。你唔係黐線，你只係睇後咯，即係你自己一邊有可能真係李成話：香港人冇正視精神病，結果付出嘅代價好大。好多時